林国科江湖国小的歌唱社，去年参加世界歌唱比赛，摕到银奖。今年社员甲老师积极甲歌唱的配方来做调整，要争取更较好的成绩。囡仔专心调配，要来参加世界果子酱比赛作品。因是中湖国小果子酱社校员，因这摆准备红茶、金蕉口味，要来做好食的果子酱。想做果酱的原因就是要看别人吃果酱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。高坑中湖国小果子酱社成立大约超1-2年的时间，虽望社团成立的时间不是介长，不过学员拢真认真伫咧学，因伫咧去年嘛得到金奖的肯定。我先让他们去发想他们想要做什么口味的果酱，那想要做什么口味的果酱之后，我们再来试做。即摆校园所制作的果子酱会寄去英国，和几若千的选手做伙评比，期待即摆中湖国小的囡仔会当搁一摆得到好成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